万一子熙还活着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？芈月是姑姑亲手接生的，在楚宫，姑姑有几次救过我的性命，姑姑不会骗我，对吗？对。八子想问什么，就问吧。子歇。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对吗？对。子歇他在咸阳，他在找我。你见过他，对吗？对。子歇他有书信给我。对吗？对。书信呢？奴婢烧了。你为什么要烧了？你是一个要做娘亲的人，你顾及的孩子，就顾不了自己，又如何顾及他人？子歇不是他人。他是我的前生前世，他是我的另外半条命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还活着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八子恕罪。奴婢也是无奈。如今你在宫中深得大王的恩宠，现在又怀上了大王的孩子，你已身不由己。公子歇与你情分再深，都是昨夜星辰，也只能有缘无分，何苦再要纠葛一回？我在宫中种种，都是因为我以为子歇不在了。如今子歇千辛万苦来到咸阳，却被一堵宫墙挡住。我若知道子歇还在，刀山剑树都拦不住我去找他。小二，来了，再来壶酒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
子可是黄歇？你认错人了，在下是黄倩。看来公子不信我。我为何要信你呢？不信我倒也罢了，只是公子万万不可离开咸阳。咱们俩素昧平生，你快快离去，别再纠缠我。让我走又有何难？只是公子走不得。公子歇这一走，那宫中思念你的人可就落空了。你说什么？公子不必诧异，芈月已经知道你在咸阳了。公子，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大人，张子、张相来了。公子，哟，雍公子。啊，张子，张子今日怎么得空来我雍府？人家都是金屋藏娇，你这儿反倒卧虎藏龙。我张仪再忙，不还得来关照一二？啊，张子要么不来，来了就拿我打趣。我雍府乃寻常之地，哪有龙虎可藏？你信不过我，还是真的眼拙。你曾告诉我，你有一个门客从楚国来的，是吧？楚国四方馆还记得吗？你说的可是公子倩？公子倩是何人？我只知道楚国的才子公子歇在府上已经住了许久了。公子歇？张子所说的公子歇，可是楚国大夫屈原的爱徒太子伴读黄歇？正是。我一直就怀疑他的来历，但怎么就没往黄歇那儿想呢？和加一个倩，可不就是歇吗？我怎么能被这障眼法给骗了呢？也不能怪公子疏于洞察。公子歇瞒你，必定有他的苦衷。张子的意思是说，他为了宫中的芈月。我不止一次的劝他离开咸阳，他执意不肯。可这几日，我见他去意已决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派人盯着他，就这几日情形不太对头，只怕知道公子身份的不止你我二人，很难瞒住一些人的耳目。更让我忧虑的是，要是一旦有人拿他和芈月做文章，谢张子提醒。哈，奴婢想，芈月若知道公子歇活着的音信，哪怕是触犯天条，她也定要去见他的。他们俩也是郎才女貌，缘分未尽。可万一大王知道了怎么办？大王如若知道了，那就是大王的事了。反正我从来都不知晓公子歇还活着，也不知道芈月与他有来往。往后就打算这么隐瞒下去？姑姑真是好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何来隐瞒？姑姑，我去睡一会儿，有事叫我。夫人，把我教你的那些话传到了吗？是。好，事到如今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夫人，还不知道王后对此事的心意，是不是应该去那边探探口风？有道理。梅儿，你去把那个装桃仁的盒子拿过来。是。上次公子荡打坏了木头小人，王后差人到处寻找，我这儿整整1沓的桃仁。
这回可够公子当玩一阵了，也好让王后知道我的良苦用心。姑姑一个人品茶，好消闲呢。王后午睡了，奴婢趁机松松骨头。这是给公子当的一点心意，望姑姑替我转交。王后身边这几个人，就属你对公子最上心了。那是应当的。姑姑上次提起那黄歇之事，不知王后有何打算？王后跟芈月是亲姐妹，总是能袒护便袒护着。可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大王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是啊，王后顾及姐妹情谊，可这后宫又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大王的恩宠？依靠谁都不如依靠大王稳妥。大王最看重的就是身边的人对他一心一意、忠贞不二。可惜呀，王后曾叮嘱，此事万万不可走漏风声，别人若问起，王后也只能是毫不知情。对呀，那是当然的。姑姑，我想出宫一趟。你身子已经快能看出身孕了，出宫实在不便，何况以什么理由出宫？女医治说了，子歇总在那药店外的街头等他。女医治还说了，自从他拒绝给公子传信，并告诉他你怀有身孕后，就再也没在那儿见过公子了。反正子歇，我是一定要见的。你贸然出宫，就算不替自己着想，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儿打算。阿紫，大王来了。大王，寡人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见寡人不用多礼，摆来摆去，累着你。谢大王。这2日，寡人看你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觉得哪里不妥？整日在屋子里闷着，臣妾都快憋出病来了。都已经快做娘亲的人，还这般任性。大王知道臣妾的脾气，只喜欢天高云阔，受不得扁下局促。马是不能骑了，鞭子也不准用了。好吧，就算寡人让你出宫走走，街头巷尾闲人杂乱，你可想好要到哪里去了吗？要不还是去四方馆散散心吧，那地方你不是喜欢吗？谢大王。来，不算。客官，您的茶。您的菜慢用。小二子来壶酒。好嘞。公子可否给我1钱？你这黄口小孩可是好笑啊！你我又不相识，我为何要给你1钱？可是刚刚那个人说，要我把话传给你，一定会给我1钱。那要看这话值不值这1钱。那个人说，2日后是15，有故人，故人约你未时在四方馆见面。你是说2日后和我相见？2日后四方馆，可值1钱。客官，里面请。
去吧。多谢公子。离小公子出世还有几月，他自己的衣服该是都做全了。姑姑总说是小公子，万一是小公主呢？是个公主也好，像我们月儿一样聪慧俊俏，但在姑姑看来，那孩儿必定是个公子。姑姑这话没根据。怎会没根据？姑姑梦里头看到的，明明是个小公子，粉雕玉琢一般，在宫里跑来跑去，还跟我笑。月儿，这事儿实在拖不得的，无论为了谁，你都要早拿定主意才好。大王准我出宫了，我反倒是没了主意。子歇我是一定要见的，但见了又能如何呢？你打算跟子歇走吗？若没有这个孩子，你无需问我。但如今有了他，昨日大王突然应准你出宫，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觉得有些不对头。此事隐瞒着大王，让我如鲠在喉。大王待我情深意重，我若不跟子歇走，会悔恨终生。但若跟了子歇走，恐怕又会愧疚毕生。我是替你害怕，此事若大王不知晓，倒也罢了，不然怎能轻易放手？大王，他若是对我狠心，我倒是坦然。姑姑，慧儿这儿有个画谜，你能猜得出来吗？这上面只画了一群羊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？一群羊，没头没脑的。刚才我在交房店外面碰到一个面生的姑姑，她给的我这个画谜，说若是猜不出，可以请八子和姑姑帮忙，定能知道谜底。我和慧儿想了很久都不得要领，所以来找夫人和姑姑。我看看。这竹签很眼熟，好像是四方馆投注的竹签。四方馆，这群羊一定是有数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只羊，羊通祥，有吉祥之意。对啊，这一定是给八子和胎儿祈福的画谜，三羊开泰嘛。不对啊，那画3只羊就够了，画那么多只羊干嘛？那就不是吉祥之意，就是时辰了。时辰，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。15日未时。15日未时，做什么呢？四方馆投注的竹签。四方馆，说的是四方馆。据报，公孙衍呢，正在游说魏、赵、韩、燕、楚、齐6国君王合纵攻秦。公孙衍的口舌之功不可小觑，魏国就不要讲了，齐国也算是始作俑者。赵、韩2国历来与我大秦有领土之争，楚国因失汉中，对我大秦仍耿耿于怀，而那燕王本就是昏庸无能之人，少给点好处就跃跃欲试。楚王贪婪，见小利而忘大义。上次我们放了他的几10名将领，也算肯给他面子。
燕王行事一贯朝三暮四，患得患失，对付他们，寡人有办法。但眼下不仅他们，魏、赵、韩、齐四国也已成心腹之患。王兄说的是，先解决楚国和燕国的威胁，派我们在楚国的眼线给晋上送去厚礼，让他在楚王身边放出些手段，再去信给孟莹，让他伺机而动，助母国一臂之力。臣弟就去办。公孙衍，寡人没有看错你，一怒而诸侯惧。臣弟担忧的正是这个。公孙衍掀起的风浪足以惊动天下。诸国如果受了公孙衍的蛊惑，将会对我大秦形成围攻之势。臣弟打算去一趟函谷关，巡查那里的关防。若是诸国攻打我们，定会从那里开始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那臣弟告退了。好。拜见大王。寡人说过，你有孕在身，见我就免礼了。坐吧。谢大王。公孙衍对寡人和大秦怨恨难消，正游走于六国当中，打算联合诸国攻打大秦。那不是要面临一场恶战？我大秦自建国以来，都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。寡人的父兄们不畏战，寡人又何尝畏战？可是猛虎不敌群狼，秦国眼下会不会寡不敌众？好在诸国君王从来都是各有算盘。公孙衍即使说服各诸侯同意出兵，但调动协调各国兵马粮草也非易事。大王这是在找什么？有张齐国地图，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臣妾帮大王找。自你有孕，很少到承明殿来。寡人的书简奏章文书无人整理，乱得很。手边的东西，转眼就不见了。臣妾失职。也怪不得你。此刻你腹中的孩儿比寡人重要。等寡人的孩儿落地，你再来承明殿给寡人整理书简文书。大王，臣妾有一事要禀报。说吧。明日臣妾想出宫一趟。寡人已准许你出宫，只是切勿莽撞，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和寡人的孩儿。臣妾出宫是要见一故人。爱贤念旧是人之常情，早去早归。可臣妾……好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寡人还有政务要办，早些回去休息。臣妾告退。
怎么样？夫人，我打听到了，芈月那边已经向永相令要了明日出宫的车，说是要去四方馆。好啊，终于让我抓到了把柄。你芈月胆大包天，竟敢出宫私会情人！哼！走，美儿，跟我去见王后。是。王后，孟昭氏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那奴婢回了她。不用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妹妹这么晚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王后可知道芈月明日要出宫？我虽然不知，但我想她要出宫，自有她的道理吧。芈月身为宫眷，怀着身孕，竟然敢出宫，简直反了她了。芈月能出宫，定是得了大王的准许。我乏了，想歇息了。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。王后，王后，走。好在衣裳肥大，倒也看不出什么。到那种男人成堆的地方去，还要见一个死而复生的人，我这心还没出门就开始跳得厉害。姑姑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月儿担当。走吧。王后，芈月真的出宫去了，她一定去见皇协了。我们要是即刻去向大王出手，还来得及。不能向大王走漏任何风声。王后，机不可失。我说过了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做。毕竟我们有过姐妹情分。王后心肠太软，不要再说了。可万一芈月和皇协一去不复返，怎么办？这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吗？万一大王知道了，这也正是我担心的。昨夜孟昭氏来，虽然她言语中藏头藏尾的，但给我提了个醒：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姑姑，你一定要替我记住，我芈姝对此事从头至尾毫不知情，所以帮不了谁。是。大道为根，自然为伍，天地为师，天性为尊，人为本。你们道德家所谓的情绪无为、清净自守、依附而事、心静不为，实际上就是求于无用、居于下构、消极避世，其实就是无用。我兵家讲究用兵之权，当出张世家，以战之战，才乃治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家事奉权，何以乐民之乐？民亦乐其乐，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忘者，谓之有也。一家才是治国之本。道德家思想实属于
魏国承诺筹集8万兵力人马，韩国答应出兵5万。韩王一向信口开河，答应出兵5万，能来2万就不错了。楚离子已经去了函谷关，大战前的筹备进行得越早越好。夫人，这是？麻烦大监帮我通报，我要见大王。大王正在和众臣商议国事，臣妾可是有要事要禀报，要是耽搁了，恐怕大监也担不起干系。这可不好办。大监，我真的有要事要禀报，大监请您行行好吧？啊，夫人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大王正在商议国事。10万火急，要是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夫人，还是请回吧。我有要事要见大王，我有急事要见大王，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见大王。谁在外面喧哗？回大王，是孟昭氏，说是有要紧事向大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王，臣等告退。都别走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大王，臣妾有一要紧事，不得不冒死禀报。说。说呀。芈八子她今日出宫了。今日是15，四方馆辩论之日，寡人准许她出宫的。大王，芈月怀有身孕，连向王后请安都免了。几场测试辩论而已，重要到她非去不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臣妾刚刚接到消息，说是那楚国黄歇未死，隐姓埋名藏在咸阳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那是臣妾的婢子梅儿在街头亲眼看见的。芈月今日出宫，定是与黄歇私会。一派胡言！大王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四方馆搜捕，芈月和黄歇一定在那儿。四方馆是我大秦招贤纳才之处，黄歇如果没死，进出四方馆乃是常理之事。芈月更是得到寡人准许才出宫。你既然出手，想让寡人相信，就该拿出他们私相授受的人证物证。臣妾也只是听说和猜测，所以一时情急。你若没有凭证，谁给你的胆量来搅扰寡人的国事公务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王后的应试，不在后宫好好协助王后打理事务，却跑到宣室殿来捕风捉影，信口雌黄。大王明察，臣妾虽然是道听途说，但是一片真心维护宫规和大王的。寡人如此不堪，竟要靠你来维护。不知道王后是如何管教她身边的人的，一个个蠢不可及。你还不即刻给寡人滚出去！臣妾该死，臣妾真的知罪了。臣妾此刻就回宫反躬自省，面壁思过。你这般黑手憔悴，一定吃了很多苦。只要能见到你，种种的周折都不算苦。我亲眼见到你与那一群人拼命坠入悬崖，我真是恨死你了。只要能保你周全，我子歇宁可再死一回。
见你飞命山崖，已经让我生不如死。你说你还要再死一回？子歇不死了。子歇舍不下月儿。说来说去，是月儿辜负了子歇。不，怪我来迟。你死而复生，我为你高兴。如今世上的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不，你一直在我心里。你死而复生，我为你高兴。如今世上的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不，你一直在我心里。这次来到咸阳，我才知道，若是当年我真的摔死在崖下，或者永远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也许会更好些。别这样说，你若真的因为挫折困顿而放弃了当年的志向，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子歇了。可是那个子歇，是因为有了月儿，才是子歇。从小到大，我只给你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。说到烦恼，的确不少。若不是当年你在膳房里偷糕，若不是你把树上的果子打下来，若不是你手把着手传授我用鞭子，我黄歇怎知道天下有如此好的女子？子歇愿意天天陪着月儿，月儿就是我日日的盼头。别说了，月儿一生都是欠子歇的。不哭了，你我之间若要是说欠字，就少了情分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已打定了主意，明日申时离开咸阳。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走？你要走，还这么着急？为后已死，如今楚国也无人追究我逃婚之罪名。屈子前日派人送来了书信，望我归楚。你跟我一块儿走吧。我知道你已经有了身孕，但你若跟我走，我愿以性命保你们母子一世周全。这次虽然没有黄鸟，没有枣树，但我仍会雇好一辆车，在城外等你。可月儿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月儿了。在我眼里，月儿永远是那个月儿。答应我，你会来。答应我，你会来。月儿，说，你一定会来。
告诉我，一定回来。大王，已是酉时了，您还没吃一口东西呢，给您传膳吧。寡人不饿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么说，芈月真的要走了？奴婢派珍珠假作过去送东西，只见那边2个小丫头欢天喜地，说芈月今日从外头回来，样子古怪，不是年节的，却赏了他们2人不少东西，让他们俩以为芈月在外边捡了宝呢。这不是明摆着要散伙打发人吗？芈月这一走，只怕我们今生今世都难再见了。走了这个霸星，王后在宫里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姑姑嘴里唠叨着霸星这些年，我不信，都快被你说信了。威后对奴婢恩重如山，没了芈月，奴婢答应威后的事情总算有了了结。唉，要不是怕芈月多心，我真该去她那里看一看，也算是送她一程。王后歇息吧。香儿和慧儿都已经被我打发出去了，我们若是真要走，现在必须上路了。昨日子歇，他和我说了许多，但有一人，他从头至尾就没有提及。我能猜到，他为何不提他？他若提起大王，只怕你不会答应跟他走。是啊，我心里放不下，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想到大王，我就拿不动这包袱，走不动路。事到如今，你顾不上两头了。是，姑姑说的对。怎么了，月儿？孩子，孩子在动，他在动。快坐下歇歇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在动。孩子听见了。他是最有灵性的。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有了这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到孩子的父亲？
玉儿，玉儿，好了，玉儿。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玉儿。玉儿，好了。哭下去身子就坏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的心意，我也知晓。无论怎样，我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公子恕罪，大王已在郊外的十里亭备下了酒水，想与公子一叙。大王，黄歇到了。大王，黄公子，你我郢都一别数年，今日咸阳再会，实是令人欣喜。当初寡人曾劝说你到秦国来，你婉言拒绝了。如今你身在秦国，寡人若不尽地主之谊，就让你悄然离去，岂不有些遗憾？谢大王厚爱。寡人仅备薄酒一杯，略表心意。公子不远万里来到秦国，何必离去匆匆？我本是死里逃生之人，既然死过一回，对人世就有更多的留恋和亏欠。黄歇眼下有些许未尽之事，所以不得不离开秦国。想当年，公子少年才俊，与寡人在郢都驿馆畅谈天下，恍若昨日。如今能见故人，甚好。寡人承揽天下英才，公子何不留在秦国，与寡人共谋天下？我已离家乡多日，当早日返回家乡，与亲人团聚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求田问舍，其英雄所为。屈夫子在楚国召我返乡，弟子誓师，敬同于父，所以我应当在屈夫子门下侍奉，怎敢效法天下英雄？如此，当真可惜了。公子请。都这个时辰了，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王后，要不奴婢再让珍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姑姑不用去了，去也无用。王后此话何意？芈月，她不会走了。为什么不走？这个我也不知，但我猜想，她不会走。芈月没有道理不走啊！她跟黄歇情投意合，不是发誓要白头偕老吗？黄歇为了她弃官逃婚，她为了黄歇假意给王后当应试。黄歇为了救她险些丧命，她为了给黄歇报仇才进的秦宫。如今王后千方百计要成全，水到渠成，她怎么反而不走了？我也曾和姑姑想的一样，可惜岁月如斯，物是人非。这些年经历了这些事，就算黄歇还是过去的黄歇，芈月已经不是过去的芈月了，是我想错了。这么说，他想要的已经不是他当初想要的东西，更不是他该得的东西。姑姑不要说了，这是命。我不认，我不认这个命。公子或许已经听说，诸国在公孙衍挑唆下，正准备联合伐秦。楚国身为大国，应有自己的盘算，不该为他人所用。望公子能说服楚王，不要与秦国为敌。既是争霸天下，就要各显其能。黄歇回楚之后，不会故意与秦国为敌，但会更多的为楚国做打算。前次秦楚开战，令楚国丧失汉中600里，恐怕楚王此刻如鲠在喉。公子人品贵重，可惜不能为寡人所用。来，寡人敬公子一杯。大王请。公子再干一杯，下次碰面，无论是敌是友，均是缘分。能与大王一醉，黄歇何幸如之？这第3杯，祝公子一路顺风。大王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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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丫头，大王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呢？
大王这里许久无人打理，芈月于心不忍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寡人都已经说过，等你腹中的孩儿出世后，你再来承明殿给寡人整理书简。可惜这孩儿和他娘亲一个秉性，性急起来万事顾不得。今日这孩儿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，想来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，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带他过来，刚进了大殿，便立刻安稳了。寡人看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到了承明殿就安稳了？因为承明殿书营四壁，墨香四溢。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。记得寡人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，却以为她是个只知晓用鞭子的野丫头，谁料竟与书斋有缘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月儿没有哭，月儿只是心里头更清明了。你清明就好了。你该知道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。寡人疼你，疼咱们的孩子。大王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好了好了。八子，嘿嘿，张子久违了。八子，多日未见，这果实已经成熟了，啊！哈哈哈哈！大王唤我到承明殿议事，公事一完，办点私事，来看看你。张子是我一直想见又不得见的人，你若再不来看我，我就去见你了。张仪做什么不妥之事，让你如此惦记？是因为芈月有一事不明，存在心里许久，说出来后，望张子答疑解惑。单说无妨。张子可否告诉芈月，那日四方馆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四方馆？张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那日我和子歇都是被不知名的神秘之人约到四方馆去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人不该是想要害我们。说起来，四方馆是最周全的地方，如此安排缜密，太像张子的手法了。这事你可冤枉张仪了。有人想做局，大王担心你们不知凶险，掉进其中。接下来的事，我张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大王，要谢你就去谢大王嘛。难道大王知晓这一切？大王的眼睛无处不在，只是他情愿看到，还是不情愿看到？那大王不疑心芈月与子歇有私情？唉，大王当然知道你与公子歇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当然有私情。
但是大王深信你已经是秦国的八子，而非楚国的公主了。那最后的结果证明，大王没看错你。谢张子帮芈月解开了这个心结。这心结是你自己解的，与在下无关。方才张子提到，说有人做局，这事有些蹊跷啊。做局的人藏匿很深，我想大王多半是因为揣摩不透对方的用意，所以把这事暂且放一放。这阵子大王特别忙，天还未亮就跟司马错和公子华一同出城去巡查军务了。这样看来，函谷关外的风声是日渐紧起来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恭送八子。王后，大见免礼。大王说，监管兵器制造的大公爷叫工匠们研制出一批新的兵器，正好处理子也从函谷关回来了，要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兵器。这几日，大王就住在宫外了，后宫的一切就交给王后。大王还说，宫中有王后主持，他很放心。知道了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姑姑，好了吗？还要再熬一会儿。